而且继续来看这对全台湾上界大只的黄牛翁仔某，互地检署起诉求刑7年，因的底下嘛红显出来了。讲这个翁婿过去是补习班的老师，太太是伊的学生，两个人因为卖黄牛票，趁甲油洗洗，常常出国佚佗，住5星级的饭店。讲两翁仔某真相信算命。算命先生有甲因讲，因会出代志，因是时时刻刻提醒家己，而且来设重点，要来闪警察的追查，也毋过做恶做毒，最后也是互扣起来了。真济警察进入5星级饭店的豪华套房内底搜索，姓刘翁仔某两人惊甲毋知影要如何是好。翁仔某进前去北检起诉，正做头一件因为卖黄牛票食官司案例。抢在伫咧面册顶自翕的相片，分享生活。翁仔某两人常常出国旅游看演唱会。刘先生本来是一个伫咧补习班教册老师，后来专心做黄牛。太太佫捌是伊学生。规家伙仔出去佚佗，住伫咧5星级酒店，毋过毋闹开着车花享受，早着伫咧汤圆喝出的烟，定定住伫咧三八饭店，甲饭店的柜台当作是互人提票的所在。翁仔某两人佫有顾机手机仔，超工用通讯软体暗砍身份，无做效，就是惊金钱流向灭空。代志出破，嘛赶紧甲退回记录提掉。翁仔某两人靠卖黄牛票趁钱，趁甲油洗洗。毋过周刊惹了刘先生有伫咧甲人议跋筊，佮因为欠人债务去乌倒拍，捌有算命先算出两人会食官司事业失败，名声臭气。如果记伫咧手机内底提醒家己爱注意，想要到算命喙讲甲对，就算说真侪重点，嘛是叫检方求刑7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